台南新艺奖以培育艺术新人为目标，让少年人的作品会当互看到。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，每一档拢吸引侪人报名，几摆竟创下历史新高。500组作品，那总共取10组，那这竞争相当激烈，比最高学府录取率还低。不管是邀请展出了，或是竞赛组出现了，都是一时之选。新奖其实是一个没有奖金的奖项，但是它却是全台湾最多参与者的一个艺术奖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艺廊的这些经营者们，非常支持新锐艺术家。这届以无机区域为设定主题，将新艺奖的舞台正做是多样性的生态测地。今年拄好是台南400，更扩大规划人行艺术，邀请历届11位新艺奖得主，伫台南3间巷弄特色店家做展出，互文化美学融入家当中。今年台南新艺奖最大的特色是有20个空间共同加入了这个整个展览，然后总共有33位艺术家，形构成一个点线面的一个网络，让观众可以在台南市里面看到当代艺术，可以看到由空间形构成的一个历史网络。另外，嘛规划走踏小旅行，透过基隆周边的巷弄，带领民众漫步伫府城历史街区，互无同世代艺术家，互更较侪人看到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